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吴志基。今日村民大会来到位嘉义民乡的枫树村，庭外背后呢就是种的都为5个王庙，地图辐射就是5个爷，现在一大杯几米，单单都意思港中的落实。韩国人才有民众来到一片开垦的世界，其实没有行人，一件5个王庙就是人才行人，大家建立的信仰中心，发展到其美菜地的其中一个信仰，和上回一道土做媒体的行人来到一片精神哦。不过菜地呢，一部的其实没一点清。就会沿着一条菜来到去太和路，一部的县政府争取到为前瞻基础建设的经费差不多1亿4000万元，我哋好好改善草地的交通安全。沿着一条太路发生了一道交通的问题、交通事故。故作县政府我哋改善，不过改善的工程当中可能会同背后看到一条反申诉赛走，冇就倒退了。居民就当不满，因为也系见到杭州新人家下动创业的机器，未系菜地动创业的文化景观，街道出来反对，未希望县政府早点提出另外一种方案来促成松养。所以呢，一种方法有法度做到冇？今年村民大会带大家去到中央度同乡亲、韩国相关的各部门向下来讨论。欢迎听听镜头来到节目讨论的现场，镜头呢已经来到为呢枫树村也打备哦。今日菜地来同到我乡亲，我向下来关心，也把节目来讨论呢，所谓韩国菜地交通安全应用的向下来发展，向下来申诉。听听就同大家介绍今日来宾。头位来宾我介绍的是嘉义县政府建设处的副处长蔡玉忠蔡副处长。大家好。副长请坐。听位来宾，我介绍的是中正大学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关仲祥关教授。大家好。第3位来宾，我介绍的是南华大学建筑同景观学院的讲师陈世安陈老师。大家好，大家好。我们的陈老师他同时呢也是嘉义市人文关怀协会的理事长。前面来宾我介绍的是台南市树木保护委员会的委员曹瑞光曹委员。大家好。曹委员他同时也是台南社大的资深研究员，长期都在关心我们的生态的环境的议题。一条太后路这条大学路啊，它的整修为什么会带来地方上有这么多的问题跟质疑呢？我们先来透过影片再回来讨论。领导呢，是的哦，这是恁对细汉到大汉做伙大汉的树啊，对无？嘉义县民雄乡枫树社区嘉义区5件土规路种超过100年的土杉树，总共超过80岁的老人家讲到土杉树是有东道的回忆。你做囡仔有种啊？看偌久啊，我才80多岁了，只有我大枫树这囡仔种。还年纪很小。那时候一个人负担1站，你若负担到这站种不起来，爱种到啊。日本时代是那么凶。这样的土杉树到台日县而去中正太后的太后路后没限有种，但是三人之做做过太后路23团快慢车头分隔道改建工程，我同泰州700头的橡皮树，含住81头的土杉树栽位做中央分隔道，今年少60岁头手安内只毛皮嘞。剪很茂盛，很漂亮。有芒果的时候，我都会来剪，很多人都在剪。遮阳，还有保持这个空气，可以那个净化这个空气呀，很好。而且台湾现在要有这种地段，已经很少了啊，所以应该要保留下来。居民讲，人气橡皮树的树根无抱起来，路唔平，不过慢车头的路面就跑过的平，其后多摆年经过量，而闪过来闪过去，私车对快车头而转镜片，做下可能无碰树发动静，看唔到促成事故。捌樟树片的时间，安尼就应该我捌头去看，睇我有差嘛。啊，不过拄好就有个一排树诶，
如果伊排除嘅，大家嗌就無法度好看到講係會有差嘅。啊，佢去好多擺學生嘅，佢其他睇慢車道，佢條線有岔路，佢可能要考唔到講啊，有差200個啦。啊，按呢話就常常會就有一些很驚險的鏡頭啊，會出現到。其實芒果哈，就是那個醃的那種青芒果，還曾經是台灣的飲食文化當中的一個部分。那這個我都覺得它算是我們的在地的那個歷史文化的一部分。唔盼到60歲頭希望嘅模配，中正太學同南法太學嘅師生發起太學路復甦聯盟，建議增設交通指標，將為快車道增加上車道，希望做到每車數密切維護交通安全嘅素養。这些树木承载的在地非常多乡亲很深刻的儿时回忆。那一直到他们长大之后，甚至是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儿子还有孙子，其实对这样的环境都不陌生。大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所以当他们听闻到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一直记忆里面存在这些画面、这些树木可能会不见，那大家当然会很紧张啊。不过这个紧张或者说这个争议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我们一开始先带大家来了解。其实这条大学路，它原先它是并不存在的，主要呢是当时。大概是29年前，中正大学它要建校的时候，那在地呢为了要开辟一条道路，那可以让我们这整个大学路方便我们的师生交通，所以那个时候就开了一条大学路。只是说这一条路它其实历经了前人他们所种的那个老芒果树，然后还有之后呢新的工程进来之后，我们就种了很多的黑板树，甚至是小叶懒人。那所以说大家自然而然就觉得说，这一整条路树我们都是看到就是非常绿意盎然啊，那很像就是我们在地的一个绿色隧道。那其实呢这一次有这样子的道路整修工程，是我们嘉义县政府去争取到了前瞻计划的这样的预算。我们要整体的来好好的盘点我们这大学路上到底有哪些交通的问题，有什么样子的死角，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大约是1.3将近1.4亿的这样子的经费，好好的来为地方上的交通安全来把脉把它整个都畅通好。那无非就是要保护在地的居民的行的安全，还有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到这边来念书求学的安全哦。我想一开始我们先请教我们就是建设处的副处长哦。其实这一条道路我们分成了3个部分来做一个规划，跟之后要做已经有发包出去，那甚至还有一阶段，我们现在目前是因为居民有反映，所以我们现在正要积极跟地方沟通。可以请您到台前来，可以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说我们这整个大学路的规划，你们是怎么想要怎么做呢？从正大路一直到这个台一线，包括把它总共有3.5公里分成3段来施工。那我们县政府要施作的部分，就是从这个大学路2段，我们把它分2期。另外在都市计划区里面的这个大学路3段是由民雄乡公所来负责执行。那在大学路2段，我们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到这个正大路到嘉105线，另外第2部分就是目前在设计当中的这个105一直到这个东龙路口。我们整个这个工程总共分成2段哦。那刚才有谈到这个大明南北路跟这个正大路，其实大明南北路跟正大路目前为什么要改善，它所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跟我们大学路有类似的情形，就是车道的配置方式不是相当的完善哦，造成用路人在行车上的安全问题，以及整个道路颠簸的这个路况不是非常的好。整个路段我们在做大学路改善的时候，我们就去思考到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这个意外事故。那这些意外事故它没有 A1 类的事故，它没有死亡的事故，只有 A2 跟 A3，就是都是擦撞类的，都是擦撞。那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到它的这个快慢分割岛的慢车道路宽确实比较不足够，所以我们才会提出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里面提出1.3亿的这个工程来做3.5公里整个大学路的改善。最主要的原因，各位应该可以了解到，从105年到106年，它的整个在丰收派出所跟大南派出所，它的件数只有89件，可是到106年的时候已经提升到142件，到107年140件，这是统计到11月的部分。其实我们从这个事故的发生率可以了解到，整个大学路它的这个交通是越来越频繁，在
大埔美工业区开发完成之后，以及我们整个县府一直在推动大学城的开发案哦，所以让整个这个交通量来急剧上升，相对的衍生的这个事故率也。县府这一次负责2个部分，就是大学路2段的部分。那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公所在这一次的工程当中，它也是责无旁贷啦，它也是负责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这个地方相对于是在我们民雄车站这附近市中心这边哦。那我像今天公所这边也有代表建设科的科长也有到现场，科长你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公所现在这边的工程的状况，那我们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因应居民的一些心声跟想法，我们是会配合县府的来变更设计吗？还是我们现在有什么样子的规划？乡公所这边是负责大学路3段，还有东荣路整个都计划区内的道路，市区道路的部分。是。那大学路3段目前已经发包。哦，我们这边已经发包出去了。发包了。是。那现在也是停工的状态吗？现在也是停工。好。那当然，乡公所这边的道路的配置，原则上还是会配合县府这边，如果需要做相当的变更，就统一的一个规划。原则上整条路应该是道路配置要是一致性的，是这样对交通安全来讲才有正面的帮助。那因为大学路3段目前下方是一条排水沟，整个是加盖的，那是一条好收圳排水哈，一个排水工程。那其实植栽在那个排水加盖上面是长得非常不好，那两边尤其是所谓的黑板树，那现在如果改到中间，我们乡公所这边原则上中间其实正好是排水箱还的正上方，是那它的土层厚度根本一般的乔木是长不起来的，长得不好，所以说公所这边如果没有按照原设计的话是种植一些灌木，那不受乔木。好，谢谢科长，您请坐。县府跟我们的公所都分别负责了，就是这一条道路上面重要的这样子的建设。那我想，我们现场也来了一位过去我们在大学路上在做整个开发的时候有尽心尽力的一位中正大学的老师，您今天来到现场有什么意见要提供给我们吗？我们希望我们的主管单位能够跟我们的乡民市民村民能够再沟通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我想有沟通就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不要说我都没有跟乡民沟通，因为我有前瞻计划的这个钱，我就把它拿来花，不要乱花，你要用到钱要用到刀口上啊，不要乱花在这种情形。我想这个我个人的感觉啦，我是在学校。我在这边将近住了30年，我从这个地方从纵贯道，我常常从纵贯道走路走回我的学校啊，走30分钟就走到了那我看到没有很大的，不是说没有事故啊，都是摩擦的这种小事故可见这个道路还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希望说，是不是从一个改善的情形去做，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很美丽的，跟我们的红石村跟我们学校互相这种互相衬托的一个道路跟这个树木能够跟我们中正大学能够配合在一起。其实这一次大家可能会担心到说，是不是会移到我们中正大学前面那一段我们说的非常绿盎然的这个绿色隧道，那边有非常多的芒果树，它其实树龄都非常久了。这一次的计划当中，其实是不会移到它的。那大家比较有争议性的呢，就是在我们丰收村这边，它有81棵的芒果树，那其中呢，大概有50棵跟30棵，它分别是树龄，有些是比较久的，有些是因为当初要开辟新的道路的时候，它有做一些重新的种植，所以说在地居民就是想说，我们当初就已经出来抗争过一次，说我们在地这些芒果树不要移植，也不要去破坏它，要就像刚刚老师说，我们以树跟在地的路树可以一起共存这样的方式来做这道路的开辟。那我想要问一下曹老师，就是像丰收村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在台湾应该很多，这不是唯一吧？不过我们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嘛。那我们要种路树，其实也是公务单位或是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一个想法。那为什么我们要种树，那又要移树呢？其实我要讲起来很简单，汽机车分道是一个安全的做法。我们台南市县很努力的在把一些道路用分隔岛的方式把汽机车分道。好，让大家记得这边有中正大学，有非常多的学生。是。那学生骑机车。你汽机车如果没有分道的话，未来这边就是死亡车祸。
一定是死亡车祸。我们很努力做的就是分道，反而是没有分道更危险。对，没有分道更危险。那现在我刚刚从路上这样过来，其实我觉得很好啊，汽机车分道，而且整体分隔岛的路树跟矮灌木的维护都还不错。在台南市来讲，这样算是分数很高的、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对。就是以我们台南的对树木保护委员会的那样的想法，现在的状况来看，我觉得它是其实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地方，而且是对道路安全来讲，它反而是加分的。我们现在把时间开放给在地的乡亲，你们要来阐述说，这些树木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或者说你们对它又有什么样的想法，移植树木这些都可以提供来。要发言的请举手，让我看到。所内路啊，迄村民去面向买东西爱经过的所在啦。现推进哦，散忙哦，看多数的啦，要做成哦，气候变迁啦，难怪要气候变迁，瞬间落太水啦，家己哦823水灾，数前车之鉴啦。还有乡亲要表示意见的吗？即马中正台往这个咱民用街的所在。路边两边拢有种这咱这树仔树啦好不容易树仔大长迄当初呢，迄个就是像安尼啦，真水啦，有迄绿色隧道，但是政府为着愤怒啦佫将遐树仔撤掉，或者种移走即马这新港路变像安尼啦，光秃秃的一片，光秃秃啦下恁比较讲，啥物路型较水希望讲公部门会当和咱创造双赢就对啦。这样老树会当保护落来，交通也当改善的啦。好，多谢谢。好，还有乡亲要表示意见的吗？来，这位先生。那因为我自己是读森林系的，那移植过蛮多老树的。那我要讲就是说，好像大家觉得说这个树就把它移走就没事了其实移植老树的难度非常高。因为它需要断根嘛，对，它大概要把主要的这个土地里面的根全部都断根，然后它的树冠跟树枝、树叶至少要切除1半到2/3。你把它移走以后，没有人会去管这棵老树它后来会不会继续存活。那大部分的话都是它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老树的样子。如果在施工的过程需要去考虑到说，这个是整个景致是这个我们丰收最美的景致之一嘛，所以要移植的时候除非说它有就是非常必要，否则我是不太建议就说这个老树要移植的。是，你请坐，感谢。好，那我们后面那位先生先好不好？有这前瞻计划伊就是要赶紧这钱切济来，敢要甲消化掉。这袂使爱和咱居民爱沟通个好势，双赢咱袂使讲这囡仔来都甲咱地方甲咱保护这树何况咱这中部时代，这大家人咧做功德共款啦嘛今仔感谢恁大家来参加这，因为阮民众搁一条，所以阮拢安尼用这前瞻计划收着尔，好就稍微乱开。我是建议讲县长这边若这道路咧做这无选票。道路甲改善落好势较要紧啦，这是我的感觉啦所以我是提出这个意见感谢。谢谢。来，我们前面这位议员来。今仔这个问题，老树怎么复树？道路你要安怎开？要安怎维持交通？我相信讲，这拢是一个真有学问、真有智慧。所以我希望讲，伊应该爱听较侪意见，伊嘛爱听专业。像我们台南这位老师嘛因拢是专业的人，聘请这委员来做一件，家己一个研讨。不，既然开这钱有请顾问公司你要把它做好要做到说起码车祸减到最低。乡亲感觉讲，你做安尼对阮的地方嘛是有帮忙，安尼毋才是开钱的目的。谢谢议员哦。我想最后请老师你补充一下，其实大家居民都是刚刚很执着的一个点，大家觉得县府没有跟他们沟通，好像突然就拿了一笔钱就要砸进来，这样子的程序上，你们觉得是确实是有比较不正当的地方吗？所以导致地方才会这么反弹？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居民曾经跟县府沟通说，为什么不来开公听会？对。可是县府的回答，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我们的工程这么多，好，我们的工程这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每个地方都去开公听会？那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的问题，因为对县府来讲可能是小事，可是对居民而言，它绝对是大事。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件事情，有一天你透早爬起来，你头前门口在100年的老树没去啊。如果没有居民发现，如果没有我们发现，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这是一个非常不民主又残忍的事情。就怎么可以把一个人的100年记忆、从小长大的记忆，在完全不沟通的状况底下全部拿走呢？那我当然可以理解县政府他们在有这个施工的这个压力、有钱的压力，但是我们也很感谢县政府愿意去争取这笔经费。可是那个基本的程序是顾不到的。第二个，我觉得很糟糕、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县政府，请他们告诉我们说，到底这里的交通问题是什么？我想社区发展协会也发给这个警察局，也要提供相关的数据。可是我们其实刚刚才看到，这些数据是什么？但是不知道原因，我们怎么知道你提出来的解决方法是有用的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我们今天在讲说要改善这个大学路的交通问题。刚刚我们看到的县府提出来的数据，它是整个大学路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更详细的来看的话，在我右边这一段，你会发现最常发生车祸的是大学路一段跟大明南路的交叉口这边加起来100多件，这是101年到106年的统计。101年到106年的大学路2段跟3段，它加起来是80几件，也就是说，最常发生事故，我们学校那边最常发生事故的是100多件。可是这是假设，它是为了要解决交通的问题，为了要所谓的道路安全，为什么钱不是花在这一段，而是花在另外一段呢？如果你钱花在这一段，而这一段不解决，你解决了道路安全的问题吗？所以这就基本上来讲，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要先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对症下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讨论，也没有看到居民没有看到任何的评估的计划，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做的东西到底是对不对，能不能够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又不符合民主程序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嘉义，我们声称是一个民主圣地嘛，那民主圣地怎么可以去做这种不符合民主的事情呢？我想问一下陈老师，您也是这么认为？以您的专业背景来看，你也是觉得这样的文化景观是无可取代在民雄这个地方？我感觉今仔咱这个问题是一个部分，就是讲，咱是不是当确定讲，这个老树伊本身的价值有这个保存的这个必要保存的这个重要性是。我想在这个部分是相当确定的就咱台湾，咱今麦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文化景观的部分。文化景观老树也可以用这样的文化景观来。其实，在台湾，在宜兰咱2014年里宜兰已经有这个先例老树来保存来透过法定的程序把它指定变成文化景观。为什么会当安尼做？因为树啊是人甲这个老树的为什么变成文化景观，就是因为是人甲树啊互动的过程。像咱拄则真侪，咱时代长辈讲到的对细汉甲伊互动来照顾甲伊。挽这个山仔青，还是讲这个捡这个山仔真侪这个过程，这个记忆拢是这个树啊伊真重要的一个部分我感觉这是第一点啦过来就是讲，其实我不是咧行这个大学路我感觉讲这个树这个连续尤其有一个连续性有嘛，几啊公里拢是咱这个真大丛的这个路树其实对这个丰收村来讲伊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入口意向。我感觉我开车对新道拢无啥物树啊嘛开过来行咱这个大学路。你看到这个路树的时候，你会知影讲咱要我着学校要靠着丰收村，这边的这个树的地景，就是已经在地的地景这样的观念。我看到这个树我就感觉讲，这就是咱在地的一个物件，一个意象设计再过来看到，亚摆太甲讲讨论到长路不过树的要保存，树的保存有法度，赛到配备去种么，有哪条困难，现在看实际的理解。讲就无随好事啦，对啊，树的啊，长种的啊，
公道同属赛委中华东道咨询同前伫全台湾各地抢救数嘅老鼠妈妈车分肉，则希望赛事之前做好应该要考虑到数嘅成长情形。但是两岸政府部门太适合用工厂嘅角度来看，用清洁处理嘅方式，完全冇去注意数嘅成长情形，所以赛委了后存发率则降低当多。剃刀赛迄全部野白枝干哈，细枝枝干都拢切脱。差不多赛转来半年就上当好诶。如果半年内后要赛出去，还1年后要赛出去哈，就个野白啦，安尼生出来嫩笋诶条哈，最早它有50%，做唔得全部野白。我们同抢救专来数中途3项，车分肉的今年同苗栗太府王牌的技术工厂，改建造式大件，同今年4年慢慢完成，抢系对台南嘉里同厂救专来的30外头路数，车分肉透过日头中途式大件底度，经过半年已经产生牙咧。只要我晒耶稣的卡，你看台南转来远近嘛，一头的远近至少就要15000到2万哦，又还要工钱、怪树呀的哈，一头树的起码就5万起跳。我晒树的做唔得算讲几多钱，我主要晒比上天天。车分用认为儿童书赛委系无奈何的事情，其抢救专来书虽然是不民主认种专业，但是没得头希望赛委只是赛委，而考虑到规则含有书的成长情形，前度是合为空间，无得头书是继续巩固。其实看起来树木移植的步骤，就这几个字：修枝、断根、包裹跟调离，然后培养须根跟定植，好像就可以把它移植到别的地方去种了，可以移到别的地方去种了。不过，刚刚也有森林系的一个我们的相关背景的人，他有说，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很多乡亲也是觉得说，我们过去就曾经也许有失败的例子，或者是说我们已经不希望它移开了。那移开之后，我们有多少的把握可以让它存活？我这样一开始，我们可以先请我们县府这边，还是要请我们规划顾问公司这边来说，我们当初在规划这个工程的时候，有把老树的这样子的安全问题考虑进去吗？是要有规划公司这边吗？我们只能说现阶段我们会影响到的路数，对，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说要不要移植，可能会影响到路数有多少？我们在施工路段的芒果树的部分，对，大概就是81棵，就刚刚我们提到81棵，对，那我们去看过它的树径，大概是40到50公分的这样一个树径，所以刚才那天李干事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些是100年的老树，这 OK。那有一些可能也是做我们道路在新做的时候补植上去的，所以它树龄是比较浅的。这是我们目前调查的一个结果。是从刚刚就是我们规划公司的讲法来说，他们其实确实是有把我们这个路数的情况来考虑进去。那不过实际很显然的就是居民还是希望说，有提出不同的意见，所以我现在呢再把时间交给现场。那如果说您针对现有的工程规划，您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或者是说，也许您有更好的规划可以提供大家一起来参考讨论哈，请举手让我来看到。大学路上的黑板树是20年前政府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呢，我希望政府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能够多听听专家学者的意见。慢车道上的崎岖不平的路，难道真的都是黑板树的福根所引起的吗？大约在7年前，突然在慢车道上划分了一个自行车道，后来突然又去涂销了，遗留下来的就是一个坑坑巴巴、凹凸不平的路。为此呢，也发生了很多的车祸。在2016年，中正大学有针对这个问题，在我们丰收的活动中心跟县政府乡公所开了一个会，可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改善。我们想要的说的是，村民要的只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谢谢大家。谢谢这位小姐。那还有乡亲要发表意见的吗？请举手。来，这位先生。你即马那这个快慢车道的分隔罩摕掉，是不是速度会较紧，车速会加足紧的？若发生事故，是不是会变足严重的？即譬如咱伫
拄则咱老师嘛有讲过，那迄个咱伫最近的新闻、电视的新闻嘛，拢有看到，足侪车祸、骑机车的人因为摔倒，结果去后壁的车来，拄都交过，现场就死亡，这是真正是足严重的代志。所以我感觉讲，这是真正爱考虑。谢谢先生，我们还有乡亲要表示意见的吗？我们把握时间，来，接下来。咱会当伫对呢，伫这个交通的时阵，就是咱红车顶，吼，嘛会当改善。咱大路、咱道路的咧标线，嘛拢爱标线啊清楚。过来就是讲，咱中正来学生吼，骑车有较紧，咱袂当伫这个监视器，吼，限速、对，测速照相就对了。我相信这吼拢会当改善啦。是，毋是讲一定都爱一致性。哦，我听到足艰苦的，讲个一致性。哦，安尼要从安捷岛做中一致性啊，咱含伊含啊，咱问嘛拢无，咱拢毋知影。吼，我感觉政府若要做出好诶，这个真好，我嘛拢同意啦。吼，但是有咱嘛爱含村民吼，小可沟通一下。好，以上啦吼，谢谢理事长。好，你请坐。还有乡亲要表示意见的吗？请举手来。现处是咱即嘛，即个快车道加即个机车道，因有即个矮墙的灌木。所以造成讲机车这个驾驶，机车这个车主跟迄个汽车的车主吼，互相无法度看到视线。所以我认为讲吼，咱来用着这个安全岛、这个灌木，甲伊取消掉。看要改种种草皮，还是要种迄个爬藤类的植物，互这个视线，吼，快车甲慢车会当看甲真清楚，吼。过来，我要个印象就是讲。这个种这个乔木的时吼，是毋是施工的单位县政府会当甲施工的单位讲吼，会当交互阮村民来做主，就是讲看你要种倒几种的这个乔木，互我甲阮村办公处甲阮社区来做一个意见调查，调查了后来交互恁来做一个施工的种植的一种。迄个方法的对，啊，希望讲咱县政府甲施工单位能够多尊重我们当地村民的意见。谢谢，你请坐。我在开放现场，还有任何乡亲要发表意见的吗？好，我再开放2位。来，今仔日衍生出来的问题，恁才真正要重视，因为啊，恁要咧做这件工课，恁无经过咱基层，听到这民意的声音。阮担当村长，真侪意见，逐工听到电话，村长，当时你们这老树要臭掉，根本我们就不知道。恁政府这政策，你们美意当然是真好，但是你为着前瞻计划，要来改善这道路，他拄啊真侪先辈拢讲到将有这个清楚、宝贵的意见。咱这老树，就是敢若咱人共款。对吧？咱一定要坚持甲保护条例。你道路安全问题，搁再讲，就是讲踮了咱丰收这段，就是这个黑板树嘛。咱是要改善道路，咱针对这段这个黑板树，因为伊千斤，所以铺紧起来，影响到咱的这个学生，有骑机车真危险。所以县府，咱的相关的单位，恁来现场来勘察，了解到咱现场。咱居民的需要。那我想大家今天公部门今天很重视我们的交通安全问题，那居民也很重视行的安全，甚至是我们可不可以跟这些老树共存。那我想今天刚刚大家一直有提到说，中正大学的学生骑车是不是很快？年轻人是不是敢冲？敢冲就是真的是我们这条路的交通的安全问题最大的问题所在。今天有中正大学的学生，我想说先请一位同学，其中一位同学来。我是觉得，因为我在这里就是念书念了迈入第7年，所以我用了这条路也用了7年了。是。然后，但是我在骑的时候，对，但我自己也骑车。然后，但是我在骑的时候，其实有快慢车道分道的话，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比较安全的，因为我不用怕说就是车子会突然开过来。可是我觉得可能汽车会更怕机车，因为机车其实大部分大都是骑蛮快的。那其实刚刚有提到，你知道吗？就是这里大概时速是40-50吧，那大概应该都骑60-70。那我之前有，对我之前有被同学载过，他骑80-90。哦，这么快啊！机车可以骑到80-90。对，但是从来没有被开过就是超速的罚单。那是很幸运，就是不是，就是我要讲就是，然后还有就是其实闯红灯这边
好像就是可能是没有在抓。那你看到这条路上的车祸情况，你知道当时的对象是学生吗？是你们的同学？2个学生，然后是机车对撞，然后就是一个是闯红灯，一个是太快。闯红灯，学生自己就是闯红灯，反而不是往树那边转，是往就是另外一边，就是那边应该就是跟树没有关系。我常看到的就是可能标志的问题，就是没有设，就是可能右转灯或之类的，所以就会造成就是有的人想要抢快，有的人想要闯黄灯，然后就会撞到。好，谢谢学生。我们还年纪轻，我们骑车一定要注意的安全，请坐。那综合刚刚大家的说法，我想一开始先请副处长你来统一回应好了。无论是居民所提出的，你们这边有设计方案嘛？那我们先一个个来。居民说没有跟他们沟通，我们有准备要跟大家沟通吗？或者说我们现在有什么规划？可以先简单来说这个部分吗？跟各位做个报告哈，芒果树跟黑板树，我们都是同样会把它做保存哦。那因为我刚才一开始在跟各位做报告的时候，就是1621乙在这个正大路的部分哈，其实我们有做一条景观的绿带，那边的是有足够的空间把这些树木做配套式的做移植哈。那并不是说把它做移除了哈，这个是我们当时候在思考这些700多棵的这个黑板树以及这80几棵的芒果树，所以我们当时候才会去思考说，是不是把它做配置中，在分隔岛配置在做中间，然后树木做必要的移植。是移植而非移除。不是移除。那我们方案2呢？那方案2就是说，经过大家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我们有针对这个方案2来做讨论哈。那其实方案2就是维持原来的这个快慢分割岛的部分，但是呢，它的一些缺口还是要做必要性的退缩，因为刚才我们有谈到，整个缺口发生的意外都是视距的不足啊，以及缺口的开口不足。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做必要的一些重新配置，然后把整个这个开口来做处理。另外，我们这个分隔岛，我们旁边的这些界石，我们也会把它做降低，并且作为这个岛根板的一个效果哈。那另外让整个刚才顾问公司这边有谈到，目前是3米到2.8米，那我们希望透过把这个旁边的这个电线杆把它下地，让整个道路的空间又能够再增加50公分，让它能够尽量能够达到350公分哈，3.5米的一个空间，让这个整个这个停车空间也足够，那避车空间也足够。那灌木跟乔木，他们刚刚所说的灌木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灌木其实整条大学路哈，它是由乡公所在做这个植栽养护。那刚才也有谈到说，整个树木的这个要种植，是否要跟地方来做协调？那这个是必然的哈，因为也涉及到后续公所的养护部分。那我们在第二个方案里面的这些灌木，我们都把它改成地被植物，就是植被的植物，就草皮或者是它是披覆性的植物，让整个第一个降低它的养护费用，第二个也让整个视觉的这个视线能够更加的完善哦，让这个汽车跟机车的这个视线能够更加良好。所以这个灌木的部分，我们还会做必要的处理。其实整个车祸次数，除了目前的大学路2段跟3段以外，大学的1段也是蛮严重的哈。那这个我们今天会把这个意见也特别把它带回去啊。如果说这个经费有余裕的地方，我们就连1段也一并来做改善，让整个这个中正大学学生以及这边的居民在使用这条道路啊，能够更加的完善。黑板树要不要移植，或者是说后续种什么样的树种，这个我们县府这边还会再跟地方的乡亲一起来做讨论，做最后的一个决策。谢谢副处长详细的说明。那管老师，我们这边地方上其实有一些规划方案可以提供县府参考，您可以先简单一下回应，你们有哪些方案？就事论事，例如说我们再去看到这个所谓的交通事故，如果更仔细的来看，在大学路2段、3段，它其实都是发生在几个路口。那也就是说，就像县府或是大家讲的，只要把路口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恐怕就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包括丰收牌楼或是某个社区的突然间的开口，那我们昨天还到实地的现场去看，那个是比例非常非常的高。那这个就是一个一开始没有去做一个就事论事的解决方法，所以才会引起了那么大的争议哦。那其实居民也提到了一些解决的方法，例如说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把这个路口是把它放宽的哈，就是把它变宽，然后这边用所谓的避车道，或者是用其他消除部分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安全岛，然后去解决这个视线被遮蔽的这个问题哦。那这是一个我们会比较类似的地方。那下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关于
在所谓的路面不平，其实我想居民经过了非常多次的讨论了，我们对于黑板树其实还是非常不舍。那其实我们在想说，如果黑板树真的要移除，我们还要在这里办一个树祭的活动，然后要跟黑板树来忏悔，就是在人类过去的政策使得它被迫移来移去，然后造成大家非常的不方便。我想做任何东西都必须要考虑到人文思考跟想象力啊。例如说，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想要办芒果文化节，因为有些同学或者是包括用路人或者是县府也会觉得说这个落果是很危险的。那的确我们当然知道落果是危险的，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在熟成之前有2种方法，一种就是请包商，像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子做的，包商把这些水果先把它采下来。然后他可能以前就是去卖掉，然后又把钱回到乡公所，那其实就是回到公共的使用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去办所谓的芒果文化节，让这个中正大学或是南华大学或者各学校师生跟居民，其实这学校跟乡村之间是蛮疏离的啦哈。如果可以办这个活动，让大家可以有一些很好的互动，其实也蛮重要。那我最后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道路的交通思考，绝对不能够只有思考道路的交通。他必须要考虑到所谓的生活习惯，要考虑到人文，要考虑到我们用路的状况。其实说实在的，大家做这红清喜多，假设那边是一个2线道、中间岛、分隔岛在中间，我不知道那个对长辈的压力有多大。哦，那咻咻起，那个压力是很大的。那个我们还是有很多长辈在骑摩托车、在骑脚踏车、在骑代步车、在骑电动车，甚至走路在路边。这个就完全没有考虑到在地的生活习惯的问题。第二，刚刚同学也提到了，或者很多人提到说，其实是因为行车速度很快，不同的路型它会造成不同的交通事故。也许你解决了某个交通事故的问题，可是你可能去创造一个新的交通事故，而这种新的交通事故恐怕是一个更不可逆的这一种结果。好，谢谢关老师哦。我们县府跟民间其实都已经有提出自己的想法，那某些部分其实很像，那某些部分也许还可以再继续讨论的。我相信县府之后也会陆续的跟地方举办说明会也好，或者说跟地方实际来沟通。那这个沟通到底会不会有成效？我们其他的地区是不是曾经有沟通有效的案例？我们透过影片观点过后再过来讨论。到了规台艺术实现中现到太前探访，由3万外头民国60年代，由了规区公所种嘅水树60岁土，一天经过的探路是分量，生态专家美头树红发现明显生态内。比较常见的植物有3种在它上面，那包的满满的那个主要是抱树石尾。这个植物就是在台湾是比较以南部为主的植物，它就全部都爬在树上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稍微少一点，就是新蕨。那台湾北部是大新蕨，南部的是新蕨，然后再来就是偶尔还会有一些矮浆蕨。那蛮有趣的，这3个蕨类植物都是属于水龙骨科的植物。像这种抱树石尾这些着生植物，它会爬在这个芒果树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它是比较阴凉的环境才会形成，它才有办法爬上去。但是其中398台湾太树，头206年3月本年表土。这支公路中口的同时，按算而用本来的路向2片帮太调做17公尺的路的工程，时间按度后引起地方民众的疑惑。唔怕第60岁土的居民在发起申请，到达合了后，请为公路中口头204年决定用路来配合树。对于在地的这些芒果树，我们会用最大化、尽可能全力去把它做一个保留。那过去已经有一些被毒害的，或者是一些倾倒木的部分，当然会在标案里面去做移除。那未来新植的部分，我们也会倾听地方的声音，跟在地的这个林务局给我们的建议。在那个14K 加700到16K 440的时候哈，这些芒果树是零零星星的嘛。那我们的意思说，干脆你就是把前面这前段的那个芒果树状况比较好的，干脆就移到后段去。如果部门同地方合作，对规台艺术实现的选树是尽量保留，同太树并入去路的设计当中。专家讲，像係台东的嘉东树60岁土，台南柳洋的选树60岁土，台南市深山路的野林60岁土，到路的设计并入60岁土了後，按到的樹是加量被發展做觀光的景點，從此地方宣揚。確實咯，數位同地方嘅道路安全
可能有机会用按哪个方式用它生存好了。我想今天曹老师您来到现场，您过去也参与到我们刚刚影片号看到的那个，您实际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地的情况跟那样的情况，也许同样的点就是都有芒果树吧？对。那是一个现在正在进行的公路总局的案子，然后那个案子是全国最窄的省道，有交通的问题，有拓宽的问题。但是地方其实他们很在意的就是说，第一，它是地方的景观道，第一个，它把这地方的景观道；第二，地方生活共同的记忆；第三，地方它要发展观光，那样这也是一个卖点。那样最后它得到一个共识就是说我把道路重新设计。透过设计解决了交通问题，解决了景观问题，解决了大家未来区域发展的问题，而且包括未来有非常多的老人家，大家在用路上面安全的问题。所以其实这是可以解决的。对，我们只要改设计可以解决，但是你要一个好的设计比较好的。好，谢谢曹老师。那在地的乡亲一定还有更多的意见，甚至是说，可不可以办文化节，或是用带动在地的产业？那我最后再把时间开放给现场，我们把握时间，需要发表意见的乡亲请举手。好，那就村长这边先。拄仔呢，咱这村民大会吼，我听起来咱村民提出足侪宝贵的意见。而且呢，咱县府副处长呢，甲咱回应呢，马上提出伊治法方案吼，我是感觉伊真有诚意，有咱听入咱大家的心声。我希望呢，等于县府呢，会带咱投入考量。莫讲这讲的，等于又搁袂记哩。好，多谢村长啊，还有乡亲要发表意见的吗？请举手。我每一个星期都会到中央大学的那个棒球场，下午会到那边去运动打垒球。每次经过这个大学路这边的时候，真的是来到这边车道狭窄啊，真的看得出这边的那个车流量很多，然后开到这里的时候，车速都要变慢，而且又觉得很拥挤。所以是希望县府这边呢，能找一些更多的专家学者啊，来改善这些的那个交通啊。那一方面又希望能把这些老树保留下来，创造双赢的局面。这样，谢谢。谢谢。那后面那位小姐，刚刚大家有讲到一个，可能没有讲到，就是夜间照明的部分。好，因为学生要骑车非常快，那快车道的部分其实照明还 OK， 可是慢车道，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机车主，慢车道的那个照明确实很多的路段都是不足的。可是或许他有考虑到的是旁边，因为就是那个稻田，那因为可能会影响农作的生长，是，所以他可能会调暗，但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没有办法两边都有，是不是我们的那个县府这边可以考虑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又能够照顾到农民，也能够照顾到这个机车的使用者。来，这位小姐。我们可以办这个芒果文化节在社区里面，那我们也可以跟学校，比方说这边有校长，我们也跟学校做合作，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让芒果变成一个主题课程，好，从做那个芒果的那个工具，好，那个竹竿还有那个网子，那个手做的一个工艺，就是一个很有趣、很好玩的一个活动，好，然后呢。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自然生态爱好者，那我也可以带小朋友到树下来去观察这些树上的生态。好，刚刚讲到有好多的那个附生植物，那上面住了很多的树上的居民，哈，有好多的鸟类、昆虫什么，这个都是非常有知识性又好玩的活动。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想象的哈。再就是说，我们社区也可以为芒果这个东西。来开创一些比方说文创商品，或者说我们开创更多的那种烹饪这种美食啊，像那种酸酸甜的芒果青是最基本的嘛。那再就是说，如果我们也还可以办一个所谓的就是绿色隧道的摄影比赛，或者是说写生比赛。好，甚至呢，我们还可以串联全国其他的那个绿色隧道，我们可以来办一个骑铁马，然后串联那个林荫大道。好，然后让这些那个单车爱好者来这边造访，好，然后来看看我们这美丽的老树。所以我是觉得说，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不要说钱一来，我们树就要倒下。是，好，谢谢您，请坐。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社区的代表跟学校的老师、校长。下礼拜假使还有安尼钱，来到安尼也三期给他呗，安尼公堂费，而受亏嘛。
啊，迄滚塘边嘛个条件嘛个标准，而有像嘛个人推票，俺哋相亲公花，也是俺最关心的，因为俺哋啊，今日政府同个俺哋咧相亲教育就对话的过程，就个进步的社会，也系俺哋咧社会教育的最重要精神。天呢，俺关心的就系不管一个结果有两种，第一种情形，老师大家欢欢喜喜保留下来，俺哋希望教育团体。同埋中央团体同教育团体可以办不管芒果文化节，也喺绿色隧道串联，因为我哋是为了下礼拜嘅森林的保留，下礼拜还是会记就最善。天呢，假是正式咧考虑到一个经费，也係正式咧法令，下礼拜正式迁移一个老师嘅，我哋拜托也按照嘅今日详情来听述政府来应用。提供乜嘅睇地方，我好講係用睇啦哦。保留一個反身書，一個羅書，因為就頭前嚟講嘅，保留一個書，保留亞推、下推嘅文化基、古上基，還有人嘅宗教意義。以上我簡單講法，多謝。还有我们的总干事，你最后来补充一下。那整个过程，我说实在话，我们是。有点尽人事听天命了哈。不过后来我们想到所谓双赢这个所谓方案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不可能。不过我们到现在，我们觉得今天，副处长他本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诚意，然后到场来解释，包括也把所谓的第二方案提出来。那包括我们的设计公司，他之前说，我们之前都找不到对口，我们根本都找不到谁可以跟我们好好的沟通这些议题，那我觉得说，这可能就是个学习。包括今天我们学到了说，台南竟然有文化景观的老树保护条例，这是我们该学习的。我们从不懂了解到现在，我觉得大家都把，就是很愿意站出来替大家的自己的家乡发言。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值得很庆幸的地方。我对于往后所谓的共创双赢的机会，真的是我觉得是很乐观呐。就像现在行政院也提说，明年是所谓的创生元年，政府整个都是在看这个方向。那刚刚那个副处长也谈到观光，观光当然速度要慢啊，难怪观光你要赶快跑走吗？你在这边就要慢啊。那我还甚至主张说，如果可以的话，现在是说如果有一些黑板树如果移植改为所谓的佳冬树，我看现在的设计公司是写佳冬树了。那我们佳冬树很意外的发现，我们有村民这边种不到8年的佳冬树已经复根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评估的问题哦，要弄清楚哦。那我倒是觉得芒果树都没复根啊，我们全部把它种回芒果树好不好？全部都种芒果树。全部种回芒果树好不好？也许这可以好好来讨论啦。好，谢谢。好，感谢。还有相亲吗？我们最后好来这位年轻的。我自家睇下图书的一段期间，我睇一条路风，起眼睛的时间，我真的感觉有一种感觉，因为过疏松的感觉。用来讲呢哦，特别是热天的时间，一条太条的反酸树，其实有法度本来反天数太假在一条过那个太热条咯，睇落雨嘅時節又有法度吞下den滴水，當然啊，一條反生樹嘅好處唔單搶眼嘅，對於其實這次的議題，自己關注將近2個月，也開始會收集一些資料，所以對學生來說，其實它不單只是一個老樹留與不留的問題，而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學習題材，因為在過程中，其實學生也要去試着從別人的角度去看問題，而不是從自己的一個角度來看問題。對，所以我覺得其實不管最後結果是什麼，然後其實大家在過程中的討論是相當有意義、相當有價值的。謝謝。我最後呢，來把時間交給我們台上來賓，一個一個我們趕快來把它解決。曹老師，您最後要不要給縣府一些建議？我們就是或者是說居民一些信心喊話這樣子。其實就是樹留下來，道路改善絕對做得到，好，而且很簡單。以上。那縣府呢？縣府您覺得他這次現在的態度？其實我講一個很簡單哈，縣府對這個只是一個工作，但是對大家，這是我們的家。好，如果縣府把這一條道路也到自己家來
看待来经营，我想很多问题会解决，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个难解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很容易解决哦，我曹老师说很容易解决。管老师，我们最后我们请县府回应之前，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在最后补充吗？好，那我想可能要补充一下这个老树的历史。其实以前省道叫军用路嘛，对。那事实上在运送这个军事物资嘛。那芒果树这边为什么会做成绿色隧道，就是有掩蔽的作用。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台湾100年的殖民历史的结果。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弄掉，你就是毁坏台湾100年殖民历史。在全台湾已经没有多少路是这个样子的，难道我们要把一个历史的现场活生生的把它挪走吗？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去考虑的问题。这以后我们的孩子都不知道我们的历史，它不是这个村民的事情，是全台湾的事情，是整个东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必须慎重考虑的哦。那第二个，我想其实居民在讨论都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了。那但是说实在，今天看到县府提出这个双赢的方案，其实跟我们是很像的。那如果这是一个可行的，其实就往这个方向好好的规划就好了。因为不管是这个所谓的规划带或者县府都觉得双赢是可以的嘛，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好好的去做。我想这个事情就可以有圆满的这个结局。好，谢谢关老师。副处长，最后我们因为我们地方居民给你们这么多的肯定，我们今天最后来给大家一些回应哈。我们也体会到、了解到地方居民的心声，也了解到需求，而且相当的有共识。那我想，第一方跟第二方案，我们县政府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答案，会让居民来了解。那因为我们在12月下旬会再办一次说明会，我想应该是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啦吼。今日大家市总提议面讨论到就是数位韩国采取的交通安全问题，我相信大家要谈的动作为地方居民提出的意见，韩国人台方按照专家考察提出的嘅想法。我記嘅交通問題同數位賽走，聽咗唔係唯一解決嘅方法。其實有一道所在共用安尼嘅事情，有可能會發生。希望今日嘅節目討論做對本大家參考，伊哋意見嘅方式。以上就係今日村民大會，感謝大家收看，再會。